稳定，是你对阮的疼。主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感谢你，我会当通过领受圣经你的话来得到帮助，你的提醒，也互阮的一生会当行伫你所爱阮行、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主这时也要为着几项事做伙来祈祷。主大心将阮今日的礼拜全然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对头到尾甲阮同在。特别甲阮每一位服侍同工伫三角地底，互阮有对你来教育的快乐。阮手所做的，诚做你所欢喜，诚做你所祝福。也将每一位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来为因来祈祷，恳求你，互阮有安静的心，拍开的耳孔。凡通过领受你的话，你就对伊来默默稳定，甲阮同在，也为着也未甲阮同在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因的脚步，通平安到这个所在，互阮做伙来敬拜你，做伙来服侍你。主也特别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恳求你来引带断了阮头前道路因为世界局势的变化非常的紧。非常无法度掌握，主总是阮确信，你有愿要带领阮的台湾，互阮有得到真实的平安、真实的稳定。主阮恳求你，也甲阮的教会，特别伫年底做圣诞福音的时间咧推动，恳求你互阮通过这福音的时间，诚做人的祝福甲帮助，因带更侪人会当认捌你、认捌福音，也诚做你所听的囝字。将阮这一切欠缺需要，拢用你来摆列，恳求你用你丰盛的稳定、慈悲来款待阮。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上帝啊，你的疼无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的目睭前。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咱做伙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73首，但愿感谢上帝，但愿感谢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三甲额头来祈祷，创造天甲地、想使万人面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想使活命甲快乐，互阮通伫这个世界，甲所有人以及万米共同生活、拍拼甲起造。虽望阮来伫无共款的环境、无共款的背景，但是阮拢有三共款敬畏上帝的心，嘛有三共款的心志，愿意来跟对你，来服侍你。但是阮却常常袂记上帝的教示，伫有意甲无意中间，烦恼济济无合你心意的事，放纵私欲，
亲像养者走袂偏行家己的道路。但愿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毋望会当得到你的赦免，恳求上帝来洗清阮，互阮软弱的人性有你所赏赐的气力，通奉献阮家己的整体，做义的奴仆，成做上帝圣洁的器具。互阮无搁再为家己设想，爱用关心别人的利益做优先，将别人的需要当作家己的责任。上帝恩典长阔关深，何等奇妙！你是阮活命起头，也是阮生命中的倚靠，甲随时的帮衬。阮的气力、才调，拢是对你来的。上帝是葡萄树，阮只是树枝而已。若毋是结连伫你，阮就无法度做啥物。阮要诚心听受你的话语，立志伫晓悟中间，将上帝伫阮身上所施落的恩典报互人知，互人因为阮有机会来认捌主上帝，也来领受上帝的救恩。恳求上帝搁一摆兴起阮的感动，互阮无白白领受恩典，嘛着爱活出行动，无简单看家己的软弱，嘛着爱照着上帝的恩赐，刚强壮胆，行伫你的道路上，关心弱势，帮助困苦善者的持续甲上帝同工。阮知安尼祈祷无够野，阮要用上帝所教示阮的祈祷文，细声来祈祷。咱要互相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伫圣诗的后壁面第19页，启应文13篇，启应文13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也是得罪你尔尔。伫甲你讲话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听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舌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也互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
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今早起迦南市各班带来诗歌，要带咱来敬拜和乐咱的上帝。要念的诗歌是我为你感谢主，我为你感谢主。愿感谢俄罗的诗歌，真做咱的祈祷，献予天顶的爸。咱做伙来看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耶利米书33章第1节到18节，请掀开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1520页，1520页。耶利米书33章第1节，耶利米也互人关伫监狱的时，上主第2遍对伊讲话，迄位创造大地，互伊成形，互伊坚固的上主安尼讲：你求我，我就应你；要将你毋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你。第4节，针对城内遐个为着阻挡对敌造土堆，用刀剑攻城所拆毁的厝，甲犹大君王的宫殿，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甲巴比伦人交战的时，因要将我伫愤怒、
甲大象池中台视的人的心思堆满遮个厝，因为恁罪恶灌满，我已经放杀即个城。毋过，我要互即个城复原，要医治城内的人，互因的空喙生肉过皮，互因充分享受和平安全。第7节，我要甲狩猎犹太人甲以色列人带转来，重建因的家园。我要甲因得罪我的罪洗清去，佮赦免因所有背叛我的罪，因为我的缘故。这个城伫地上万国中会得到欢喜、颂赞甲尊荣。为着按呢来出名，列国要因为听到我使这个城的人繁荣甲福气，拢行为我。上主安尼讲：恁拢讲这块土地是荒埔，无人住、无精生的地，毋过爬远、无人住、无人影。无精生的犹太城镇，甲耶路撒冷的街路，会阁听到欢喜快乐的声，婚宴喜庆的声，阁听到人带祭物来到上主的圣殿，感谢的声，讲着感谢上主万军的统帅，因为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续。我要带对狩猎的地转来，互因恢复早前的盛况。上主安尼宣布：12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这个爬远、无人影、无精生的所在，遐所有的城镇，会阁有牧者的草场，互羊倒伫遐休困。山地、山坡、尼吉夫、便雅悯地区、耶路撒冷周围以及犹大的城镇，会阁有人点算对遐手下。对因手下经过的羊群，上主安尼宣布：14节，上主讲：时日得要到，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太人永远的祝福，拢要实现。伫遐时日，我要互大别的世系发一支公义的旗，伊要伫即个土地实行公平甲正义，因为伊的执政，犹大要得到解救。耶路撒冷为安居乐业，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17节，因为上主安尼讲，大别的后代继续会有人统治以色列，利未之族一定会有祭司继续献烧化祭甲素祭，烧祭物服侍我，办理献祭的事。圣经以上，愿上帝听祝福听耶话，也照安尼去行的人。今早起本堂杨新造牧师为咱带来信息：上主应允稳定的话，上主应允稳定的话，请咱注意来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会当各参加组织，做伙来敬拜伊，做伙来亲近伊。伫咱要做伙领受伊的话进前，咱大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听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即款的恩典，阮正受阮的囝儿会当各参加组织，做伙来敬拜你。主，阮即时要做伙通过领受你的话，来得到提醒，得到帮赞，得到快乐，准备困求你的信心，甲阮参加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生命内底，成做阮的帮赞，成做阮的引带。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照咱教会所安排的读经的进度，咱对9月底一直到即马，拢在读耶利米书。我毋知咱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咱的感觉、咱的感受啥款吼？耶利米书读起来应该毋是一卷，互咱会真欢喜、真快乐的一卷册哈。因为圣经书的信息内底，通常会包含审判和拯救这两个无共面向的信息。但是每一本的圣经书，伊这两项的比例会无共款。咱即马当咧读耶利米书，真明显，伊审判的信息会加真济。可能是差不多90%对10%这款的比例哈，审判的信息加真济，
所以规卷册读起来可能有一款的压迫感，或一款压力，甚至会互人感觉非常的沉重、非常的忧伤，这款的感觉。但是咱嘛毋通袂记得，伫耶利米书这款遮尔侪审判的信息内底，咱永远看会到上帝伊所应允要拯救的信息。咱今日看的是第33章，但是咱也对30章一直开始到33章这4章，互人称作是安慰的册。记载上帝对以色列百姓对因的应允。伊要互受掠的人会当去转来重建因的城市、因的国家，也要重新会当得到过去的荣耀。这是咱咧看耶利米书的时，咱会特别注意，大部分是审判的信息，总是由原有上帝所应允、迄个稳定要拯救的信息。咱首先要小可做伙来了解耶利米伊服侍的一个背景。耶利米伊是伫南国犹大服侍的一位先知伊是伫约西亚做王的第13年，也就是主前626年的时受呼召，成做先知开始服侍。经历过约西亚、约哈书、约雅敬、约雅斤、甲西底家这5个王，南国犹大最后的5个王这是伊服侍的一个时间。前后拢总差不多有40冬。耶利米一开始服侍时，咱得到讲主前626年，这含北国以色列受灭亡已经差95冬，将近1世纪，将近要100冬的时间。那离这犹大国最后灭亡，差不多有40冬的时间，所以咱会当想象耶利米伫这段时间，南国上界尾的这段时间在服侍，伊会承受真大压力。因这段时间是犹大国非常的混乱，离开上帝，无敬畏上帝这段时间，所以伊诚做先知，诚做服侍上帝的奴仆，我想伊会承受真大压力。诚做先知，伊的职分就是诚做上帝的代言人。将对上帝所领受的启示，对上帝所领受的信息来传予百姓来了解，予百姓会当了解上帝的话，会当照上帝的话去行。先知的使命，伊就是爱真忠实来传讲上主上帝所启示的信息，毋是照家己的想法、照家己的意爱去传讲，是着照上帝的启示真忠实来传讲。先知也普遍有一款的命运，就是无互当时代的人来欢迎，甚至会受到迫害。咱都有讲先知耶利米，伊是伫约西亚做王的第13年开始成做先知咱若对圣经小可有识，咱会知影约西亚王是犹大国上界尾的一个好王。伊是倒数第5个啦，但是伊是上尾的一个好王，剩的接续4个王拢是无好的王伊伫即个约西亚做王，即好王咧做王的时开始服侍，所以伊伫一开始服侍的时检测压力无遐尔大迄王佫算是尊重上帝、尊敬先知但是伊伫迄个时阵，伊所领受到的信息是关系审判的信息。对当国家当这约西亚王咧推动宗教改革，整个国家看起来像还袂歹的是，上帝伊对上帝所领受的信息，却是关系审判的信息。伊指出犹大国的罪恶，这罪恶就是虽然有限制，有侪仪式照常咧进行。但是这仪式拢简单图具形式，简单有一个外表，简单有一个外壳那点，无实质的意义。人无真正和上帝有一个好的连接，人的参加这个宗教的活动，和你的生活是完全分裂，完全无关系。限制剩外口的形式那点，人普遍离开上帝，去拜其他的偶像。人也普遍毋听先知的警告，这是耶利米伊一开始咧服侍时，伊就领受这款的信息，也来传讲这款的信息。所以咱会当想象，
当正人感觉国家也袂歹，也佫有真有愿望的时，伊突然间讲哇，咱的国家有犯真大的罪。即款话伫当时的人听起来当然真插耳吼，无好听的话吼。所以亚利米伊也渐渐无受欢迎，也受到真济压迫吼。这是亚利米伊所领受的信息。接续伊嘛指出，犹大国若是无愿意悔改，无愿意转来到上帝爱因行的道路顶面，那安尼最后犹大国的结局，就是上帝要通过巴比伦来甲因管教。巴比伦要成做上帝手中管教的管来刑罚这犹大国最后国家的灭亡，百姓会受掠，会失去因家己的国家，失去因家己的自主的这个主权。这是亚利米伊所领受关系审判的信息。这款的信息，我想无有人爱听吼，因为足直接讲到你的缺点，讲到咱的错误。而且这款缺点错误可能是一般的人表面看袂出来，但是通过先知的启示，亚利米讲出犹大国当时的情况，必须爱紧紧悔改，若无上帝刑罚难免就要来，而且这刑罚、这个处罚是非常严重，通过当时上界强大对北边来的巴比伦来成做犹大的刑罚，为整个国家带来真大的灾难。伫领受审判的信息的上时，亚利米伊嘛有领受关系拯救的信息，特别记载伫咱拄则所讲30到33章这个段落内底咱若看30章的一开始的经文有讲亚利米领受这段信息的时，是伊抑搁伫王宫内底的监狱的时有人安尼推算，迄个时间应该是犹大国要灭亡的迄当，也是前一当啦所以咱会当了解，伊领受到这个拯救的信息的是，等到是国家已经两边要灭亡可明年就要灭亡伫迄个真关键的时刻所有的人，包括王，大概拢知影，咱的国家应该是无介好巴比伦已经出兵咧，甲咱包围耶路撒冷城受攻破是早晚的代志伫即个看起来真绝望、真无愿望的时，亚利米伊通过上帝启示，是领受到关系上帝拯救的信息。上帝讲，伊袂完全来毁灭伊的百姓，伊袂完全来毁灭犹大的人民、以色列的人民。上帝为着以色列来留存渔民就是村内这些百姓。这渔民所指的，就是讲有愿对上帝有忠心，有愿对上帝有敬畏、敬拜上帝这些人那在这渔民的概念对犹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咱伫圣经内底，咱嘛看到几啊摆因为少数这敬畏上帝的人，成做整个团体得到上帝拯救，一个真大的关键咱真实的，上帝要毁灭索多玛、蛾摩拉的时，亚伯拉罕和上帝伫遐讨价还价，对无？恁这段有识无？一开始讲50岁，若有50岁义人，上帝讲我都无爱毁灭索多玛，45、40、30、20，最后是10岁。这尔大城内底找无10岁义人，所以只好承受上帝的处罚一个城内底，一个团体内底，虽然对上帝忠心、对上帝敬畏的人是少数，但是我想要成做一个关键。我想这特别对咱台湾咱的社会来讲，咱的环境，咱毋是基督教的国家，咱真捌上帝人也少，总是咱来知，咱要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真关键的少数。愿咱会当常常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社会来祈祷，求上帝的帮助，上帝稳定，甲咱的国家三个地带。第30章11节有一段经文安尼讲，我来念互咱听讲我甲你同在，要解救你，嘛要完全毁灭我赶你去遐个国家。我袂甲你完全消灭，毋久袂当无刑罚你。我要照公义管教你，上主安尼宣布
30章的11節，上帝通過耶利米真清楚甲猶大的百姓講：恁因為犯錯，因為得罪我，所以袂當無受處罰。上帝的公義，袂當無看你的罪惡犯罪就要受處罰。但是上帝真清楚甲人講，伊無要完全消滅猶大百姓，伊願要為因來保留拯救的穩定。第二耶利米伊嘛領受到這個百姓雖然國家兩面要滅亡，伊會受掠總是因會對受掠的地擱一擺擱轉來。當日子滿足，當上帝計劃成就的時，上帝要親自帶領伊的百姓擱轉來到耶路撒冷這個所在。33章的第7節，咱拄則有念過，安尼講我要甲受掠猶大人甲以色列人帶倒來。重建因的家園，以色列，咱會記得北國以色列已經滅亡超過那這個時陣應該是超過130冬已經滅亡真久的以色列，和拄仔要滅亡的猶大，有一日上帝要甲因合作伙，佮帶倒來互因會當重建家園。這是上帝通過耶利米對當時國家得要滅亡、真絕望、真無盼望的猶大的百姓所講。這個應允，耶利米伊嘛通過這段經文，甲百姓講，以色列人有一日會記得悔改，所以上帝要赦免因的罪，因要得到上帝重新的接納，上帝也要和因立一個新的約。第33章的第8節，咱拄則有讀過。我要甲因得罪我的罪洗清去，佮赦免因所有背叛我的罪。31章的31節講，上主講，看咧，日子得要到，我要甲以色列家、甲猶大家立新的約。上帝要和伊的百姓來立一個新的約，因為過去的約，因為百姓的背逆犯罪，迄個約已經失效去。上帝要重新和因立約，和因來建立一個好的關係。我想這對這當拄着國家要滅亡當地因為因的罪犯罪來受到真大的處罰，這百姓來講是一個真大的安慰啦只要願意悔改，上帝穩定又願甲因相愛佇地，上帝穩定又願無離開因。最後耶利米伊也領受這個上帝的應允，就是關係彌賽亞的國度要臨到的這個應允。彌賽亞以來要建立一個完全公義有久長和平的國度。這是佇國家要滅亡，百姓看起來完全絕望無盼望的時，先知耶利米伊領受這款關係拯救、關係穩定的信息。這第二部分關係拯救的信息，咱嘛通想看覓。當國家滅亡已經事實已經擺佇眼前擺佇目睭前，耶利米講恁放心上帝佫會允許咱，這百姓可能嘛聽無啥會落所以毋管耶利米講的是審判的信息，還是拯救的信息，這百姓其實攏無法度完全了解也無啥願意聽所以這是耶利米伊的一個無奈，互上帝呼召，成做一個宣講的奴僕。但是偏偏伊宣講的對象，對王到官員到所有的百姓，攏無願意接受，無法度接受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代誌。咱的中文甲先知或者先知先知影所以先知伊通常是行佇一個時代的頭前的一個人。伊通過對上帝所領受的信息，因為上帝是超越時間、超越空間的。所以領受的信息通常會超越當時的處境，會行佇遐頭前。所以伊所領受、所傳達的信息，互當時的人，若毋是無願意，無就是無簡單來接受所以這是耶利米，也是其他的先知因所拄到的一個困境。信息是真實對上帝所領受，但是傷超越。毋是當時的人會當領受、會當了解的。所以耶利米佇這款的處境內底，伊常常為着國家、為着百姓，這個無法度挽回滅亡受掠的這個命運來悲傷啼哭。
伊嘛因为安尼，互人称作是流目屎的先知。耶利米的流目屎，我想毋是简单，因为伊的个性的原因，吼，较软正的原因定吼，主要是因为伊伫即个时代，即个困难的时代，要传达上帝的话语，真正是无简单，受到真济压迫，真济迫害，几下届差一点仔失去性命，讲的话佫无人听，知影国家得要灭亡，但是佫无力通挽回，吼，咱会当想象。迄款的心境，通讲是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无力感吼。接续咱要做来看上帝管教和稳定。管教和稳定这两个字，有当时咱像感觉是对反的两个词啦，吼，咱感觉咱像连袂起来吼。但是我想咱若详细思考，咱就会知影，真正的听，还是讲真正的稳定吼，其实是爱有教导、有管教。爱有原则的，这个听若是无原则，咱就诚做听信吼。这款的听，毋是真正的听对这个人也无一定有真正的利益吼，反倒会诚做伊的一个伤害。上帝听伊所拣选的百姓，所以上帝也用伊适当的方式来甲因管教吼。伫希伯来书12章的第6节安尼讲，因为主管教伊所听的人。鞭拍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上帝所听、上帝所接纳、上帝所拣选的囝儿，伊就用伊的方法来甲伊管教。所以管教是出自上帝的听，管教也有对咱的性命有真正面的一个帮助。但是管教会互人行伫正确的道路顶面。管教虽然会互人第一个感觉是感觉讲会受到约束。真无自由，但是咱若详细来想，管教确实会当互人伫即个正确的道路顶面来受到保护，互人的性命会当伫即个保护内面得到成长、得到成熟，最后要来享受一个真正的自由。我会记伫较早的分享内底，捌用一个例来讲管教即件代志吼。我阁一届用即个例和咱做伙来分享。我毋知咱敢有种过家己种过菜瓜的经验。我头第2场吼，第2场少年，我问讲，恁有听过丝瓜无？因竟然有人听无。我讲你敢若听过丝瓜蛤蜊尔吼，我毋知影丝瓜生做啥款啦吼。菜瓜咱知影伊是酸甜的吼，伊毋是一丛树，伊是酸甜的吼。你再爱搭一个饼仔，互伊拴去顶悬，伊才会当伫顶悬生了真好吼。籽多点落，伊多布下出来，发还袂介悬的时吼，伊迄个叶吼真够安尼垂落啦吼。你也无甲固定起来，无甲固定伫垂仔顶，无用绳仔甲绑起来，伊真够落落来，落伫涂骹，落伫涂骹会安怎？会烂去，会落嚟来食，吼，真侪虫会来甲咬，吼，无都成长了真好。所以你要互伊顺即支锤仔安尼爬去，就爱先甲用绳仔甲箍者，吼，箍掉，吼。当然毋是白做暗啦，吼，小可箍的，吼。我想上帝管教对咱的生命的管教嘛，拄亲像是安尼，吼。上帝的目的，吼，即个在菜瓜人的目的，毋是真正要甲别互死，毋是。是要互伊会当伫即个正确的方向顶面，正确的道路顶面来成长来成熟。当伊愈来愈大，大较顶悬的即个饼仔是到需要去绑，即支伫遮是爱啦，到顶悬饼仔是就免去绑互伊会当真自由来成长来发展像咱人的生命嘛共款，伫咱幼稚未成熟的时，咱就需要上帝话来成做咱生命的管教。约束，互咱会当行伫一个正确的道路顶面无偏错去有一日咱的生命，咱来成熟，会当得到一个真正伫真理内底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上帝管教，要互咱会当伫正路顶面来得到保守，互咱的生命无跌到偏差。以西结书33章11节安尼讲。讲你着甲因讲，我至高的上主指家己的活命立誓，我毋爱歹人死亡，爱因离开歹路来得到活命。以色列人啊，恁着悔改，活倒转，离开邪恶的行为，恁乃要找死咧？
真清楚甲咱讲，上帝的心意是啥款？上帝毋是望人因为家己的罪来死亡吼，但是人若无愿意悔改，继续伫罪内面，最后上帝公义的审判就到。上帝是望人听到上帝话了后，会当悔改，会当转来到正确的道路顶面。那安尼，上帝就要互因有一条会当行正确的道路吼。我想这是上帝的心意。管教约束无自由，毋是上帝的最终的最后的目的啦吼。上帝最后目的是要互咱得到生命真正的自由，咱生命会当来成熟、来成长。第二，咱要做伙来思考，伫管教内底有缘有稳定。伫咱今日所读的第4到第9节，咱真清楚来看到，上帝伊对安民毋看毋顾，到各属福乐各属稳定，各属祝福伫犹大百姓顶面。上帝捌因为伊的百姓的悖逆、疑心、罪恶惯满，对因毋面毋看。但是上帝伊嘛应允，有一日伊要来除去因的罪，搁一届来赐福互因。罪要得到除去，要得到赦免，一个真重要的条件先决条件就是人爱愿意悔改整个国家爱愿意认罪悔改所以当因愿意认罪，为着家己的罪反悔时，上帝要对毋面毋看，变做各使因福乐各使因福气喜乐接续的第10节一直到13节，咱嘛看到对拍远无人，到各一届欢喜快乐得到兴旺罗撒冷城因为百姓的犯罪来拍远，但是上帝伊嘛应允，要各一届互伊来得到欢迎来兴旺，城中要各一届来充满欢喜快乐，而到上帝也向上帝献祭的声伫耶利米书29章的11节安尼讲上主安尼讲，我确实知，我为着恁定的计划是要互恁平安欢迎，毋是要互恁受灾祸，通互恁有光明的将来。上帝对伊的百姓的计划是要赏赐平安，赏赐因有欢迎，毋是要互咱拄着灾祸。灾祸有当时是上帝不得不伫咱这人生的道路行歪错的时，互咱适当的管教，总是伊对咱生命上较尾的这个计划是要互咱通得到平安。我想在伫咱人生的道路顶面，咱通常在会记得上帝稳定永远无离开咱，毋管咱人生的境况即马是顺境还是逆境，咱会记得上帝的稳定，拢永远甲咱相甲伫地。最后，咱要做伙来看14到18这个段落这是上帝几个应允内底，我感觉是上界大应允，也是上界大一个稳定这段是关系代表的国度要搁受到恢复甲延续的一个应允。咱会当对两个面向来理解。第一是这个地面上的这个王权的恢复。咱知影以色列犹大啦犹大国，这个时阵念伊就要灭亡，因会失去家己的国家，失去家己的主权无搁有王，无搁有家己的国家但是上帝应允因，以色列国要重新来得到建立，这是利未人的服侍要得到恢复等于因的制度国家因要搁有家己的一个主权这是第一个面向，地面上王权的恢复当时犹太人听到这款信息，可能对因来讲是一个无介好理解啦遮尔严重，遮尔大，遮尔强大的巴比伦已经来到甲耶路撒冷城包围，耶路撒冷城叫要去用攻破的时，国家叫要灭亡的时耶利米传讲这款上帝要要互代表的后裔过来做王要互因会当个得到上帝的祝福。我想这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愿望，无毋对，但是也无介好领受，无介好理解。第二个面向，咱要来看这是搁较远关系弥赛亚国度的降临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搁较无简单理解因为这
毋是两边要教，这是真远的事。伫新约时代的咱可能会当较简单了解将这段经文连接到弥赛亚，也就是基督耶稣基督的来教，这款的英文咱会当甲伊连起来。所以这段经文互人算作是弥赛亚的英文，咱伫旧约内底，特别侪的先知书的信息内底，拢有关系弥赛亚的英文。上帝将来要差遣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拯救者若翻做希腊文就是基督的意思拯救者啦上帝要差遣伊拯救者来到这个所在，建立一个弥赛亚的王国。伫代表的后裔内面呢，迄一位。咱大家有看经文的，讲迄个大卫的之子代表的后裔内底要出一个基迄个基伊是用单数就是其中的一位啦其中的一位，也就是耶稣基督伊要成做这个弥赛亚，伊要带来公平正义的一个国度。耶稣基督的降临是上帝互咱上介大的应允，上介大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临到，互咱会当和上帝重新来建立关系。咱过去和上帝的关系，就那亲像犹太人因为犯罪和上帝关系破裂共款。咱通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所做的代志，为咱的牺牲，互咱通重新搁一届来到上帝面前，成做上帝所听、所拣选的囝儿。圣诞节的这期后个月就搁要来愿咱会当做伙通过纪念和迎起耶稣基督的降生，咱会当搁一届会记得，咱拢是领受上帝真大恩典的囝儿，也无论咱伫啥物款的境遇内底，咱拢会当经历着对上帝遐来享受教育因的恩典伫咱的生命内底。伫咱人生的道路，我想一定会有拄到困难挑战的事。甚至最困难挑战会互咱感觉真绝望，毋知要安怎行落去。我想上帝话要正做咱的提醒，搁安怎无愿望，搁安怎绝望的境况内底，上帝恩典无离开咱。只要咱愿意听候，愿意来敲找这位上帝，伊的恩典，伊的拯救，永远要甲咱同在。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感谢你。通过圣经你的话来讲做阮的提醒甲帮助，特别伫阮的人生拄到困难挑战，毋知影要怎样继续行落去的事你的话讲做阮的鼓励。只要阮愿意专心听候你，愿意专心来敲找你你的恩典要搁一届来到阮的生命内底，也应允要通过耶稣基督来讲做阮的帮助，互阮通重新和你来立一个新的约。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主恳求你将这款的话放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的提醒，成做阮的气力，互阮会当较赢阮人生内底一切所拄着的困难甲挑战。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120首，圣诗120首，救主出声叫我，救主出声叫我，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请兄弟备办心。请起立，咱做伙来感谢。是阮的主，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天父上帝赐阮真做你的路用，有份伫你的圣工内面，通过奉献，阮将对你来的金钱、时间、才调、气力、恭敬献献伫你的手中，求上帝悦纳，真做圣工路用，感谢祈祷。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集体关怀。本会会友连林安感姊妹，伫10月25安享主怀，定伫11月11日，也就是明仔下晡1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圣诞福音大会的消息，时间定伫12月初7日下午1点半到4点半，地点是伫10楼的礼拜堂。讲题是要讲圣诞的疼
疼是永远无停煞。讲员是爱讲故事的河马教授张文亮教授。张教授任职伫台湾大学做教授，已经出版超过数十册的著作。伊要伫咱圣诞茶会、福音茶会内容，也有诗歌敬拜、主题分享、逐教室的小组的分享、地点的时间，请大家来报名。报名的日子到11月29，上好是用团契还是小组来报名。以上报告，其他请咱大家家己来看。那么，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代祷。接到几位今日第一摆和咱做伙礼拜的兄弟姊妹哈。第一位是周庆英、周琼英姐妹哈，是明雪长老的朋友啦哈。伊捌伫锡安旅行社来做总经理哈。咱前几日为着应该先生哈，请黄正贤弟兄来办个别礼拜哈，感谢上帝一切拢真顺利哈。第二是尤碧金姊妹、尤碧金姐妹，好，底下哈，也是基隆灵粮堂的会友哈。第三安娜旺，伊对美国回来，伊敢若写英语名尔哈，安娜旺，无哈，无伫个哈，好。来，第四蔡元伟，夫妇黄亚兰夫妇哈，伫这个所在哈，欢迎恁哈，欢迎你们。爸爸是蔡明贵哈，蔡明贵哈，蔡明贵。第五位关大玉哈，弟兄哈，欢迎哈，欢迎，伊嘛已经受洗了哈，是天主教徒哈。第六位李俊义跟心怡夫妇。对，好伫顶管顶管家哈，欢迎。第七位今日足济哦哈，第七位杜淑珍和杜淑珍姐妹哈，伫这个所在哈，依然欢迎你哈。欢迎这几位兄弟哈，今日第一摆和咱做伙聚会哈。等下礼拜煞，恁若时间有方便，会当到贵宾室，然后同工进一步甲咱接待哈，甲咱锻炼哈。好，刚好介绍无到，今日第一摆来的，无哈，安尼咱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你是欢喜、享受稳定，也享受阮平安的上帝。主，阮伫人生的道路顶面，虽然有当时会拄到困难挑战，虽然有当时阮感觉阮家己无气力，通赢过这些，主总是你应允阮，你要正做阮的帮站，你要享受阮教育用的稳定。主，阮恳求你，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互阮会当加倍来经历着你的同在，特别伫阮的困难内底，会当经历着你教育用的稳定，享受互阮。无论是阮的身体有软弱病痛需要医治的，阮的家庭工作有拄到逐款的困难的，主，阮将这个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用你教育用的稳定来眷顾阮，也听阮祈祷。主，也特别将阮的教会、将阮的国家台湾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锻炼束缚阮。特别帮助教会会当通过福音的事工，诚做福音的出口，互更加侪人来认捌你、认捌福音，会通诚做你所听的囝儿，也将阮台湾头前的前途，阮立法院做的代志，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亲自来引带锻炼阮台湾哪来哪进步，哪来哪诚做你所欢喜、你所祝福的一个国度。阮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补充报告一下，带伫外口有捡着一支手机伫查甫迄边的便所内底你等下若有才来领OK。做伙来吟线会诗歌，
圣诗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请起立。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社阮强受垂肯。